最近咱国内一寡大型的企业拢传出受骇客攻击，伫外即马选举要到位啊，治安的攻击嘛一直在增加。政府已经表示讲，咱政府即马会成立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的筹备处来保护咱国人的个人资料。另外，韩国企业的 Google 昨昏嘛宣布讲，要伫台湾投入100万的美金，予台湾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要来提升咱台湾中小企业的资讯安全。台湾大型企业泰山、雄狮、中石化拢传出治安事件。行政院长陈建仁在时受访表示，最近政府就会成立国资保护委员会筹备处，保护国人的个资，也望各企业爱加强治安，若有必要，也会请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提供帮助。治安院表示，亲像最近我近选举，政府也有一寡下部会治安专案，治安院会使提供技术协助。政府针对像选举或是有重大节庆都有特别的专案来汇整相关的单位来做这样的应变跟处理。中选会这边也有很好的计划那我们治安院也派人来做技术的协助一直到那个开票当天。另外，为了提升台湾治安，跨国企业 Google 也宣布投入100万美金，予咱台湾的治安院执行 NICE 台湾治安计划。2年来要提升3000个中小型企业甲 NGO 的治安，还有培训治安经济教师。2022年，全世界的网络攻击在亚太区就占了31%，比欧美和全球其他的区域都高。中小企业因为缺乏防护，所以它的被网络攻击成功的几率是一般大企业的3倍，而且它被攻击以后成功以后，恢复的时间会更长。非营利组织它可能因为这样的攻击，造成它的信任会下降。治安院表示，计划会成为访谈中小型企业甲 NGO， 了解因的治安需求，所来培训在职在学的治安教师，落尾深入接触更加侪需要提升治安的组织，提升台湾整体的治安防护。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